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話題係謝家20年恩怨入面收得最深，亦都係最令人唔敢觸碰嘅禁忌。由2018年張柏芝秘密誕下第3個仔 Marcus 開始，成個娛樂圈同埋八卦界就冇停過猜測，到底個老豆係邊個？點解出生紙上面父親一欄可以留白？點解張柏芝寧願俾人指指點點都死口唔肯透露半句？8年嚟，傳媒同網友用過晒所有方法，起底對比照片、追蹤行蹤，甚至連 DNA 專家都出嚟分析，但始終冇一個確實答案。直到2026年，隨住謝賢四哥嘅離世，一份震撼全城嘅遺囑曝光，再加上 Marcus 嘅正面傷首次高清流出，呢個謎團終於出現咗最關鍵嘅裂縫。訂閱我頻道，帶你從上到下拆解全部真相。你哋有冇諗過，點解張柏芝收埋咗咁多年，連出生紙上面老豆個名都係空白嘅？三仔 Marcus 到咗2026年面霜長開之後，竟然會越睇越似嗰個人，甚至連謝賢四哥份遺產入面都幫佢留咗一條神秘後路。呢個問題喺謝家恩怨入面收得最深，亦都係最令人唔敢觸碰嘅禁忌。大家平時淨係識得研究 Lucas 似唔似謝賢，或者 Quintus 似唔似謝霆鋒，但你哋有冇留意到 Marcus 個鼻頭同埋對耳仔根本同謝家嘅基因完全唔同，反而帶住一種極之罕見嘅異域財星格局。今日我就要用我睇咗幾十年明星相嘅經驗，同你逐層剝開呢個謝家最後嘅謎團，話俾你聽 Marcus 命格入面嗰個生父到底係何方神聖，同埋點解謝霆鋒對住呢個名義細佬嘅態度，會喺面相入面流露出嗰種令人意外嘅釋懷。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一眼睇穿仔女嘅血脈天機，或者想知點樣透過面相去判斷一個人係咪帶財入屋，記得即刻訂閱我個頻道，再撳埋嗰個小鈴鐺。我哋每日都會拆解呢啲連當事人都未必想公開嘅玄學真相，慢咗一步，你就真係會錯過呢啲可以睇透豪門因果嘅大師級見解。好，我哋由頭講起。2026年嘅香港最轟動嘅新聞唔係股市波動，亦都唔係邊個明星結婚，而係謝賢四哥嘅離世同埋佢嗰份遺囑嘅曝光。四哥謝賢縱橫演藝圈超過60年，由黑白粵語片到彩色電視劇，再由電視劇到港產片黃金時代，佢嘅一生就係半部香港娛樂史。佢嘅形象永遠係一副黑超，一條窄身西褲，加埋嗰種風流倜儻嘅笑容。就算去到80幾歲，佢都仲係咁有型。2019年，佢憑殺出個黃昏，攞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成為史上最年長嘅影帝。嗰一刻，全場起立鼓掌，證明咗佢嘅地位唔只係明星，直頭係一個時代嘅標誌。但係風光背後，謝家嘅恩怨從來都係傳媒最曾意挖嘅題材。由謝賢同狄波拉離婚，到謝霆鋒同張柏芝結婚離婚，再到謝霆鋒同王菲復合，每一段都係頭條新聞。而張柏芝2018年突然生咗第3個仔，更加將呢個家族嘅話題推上咗另一個高峰。外界本嚟以為四哥嘅遺囑好簡單，一定係將大部分資產留俾2個孫仔 Lucas 同 Quintus， 畢竟佢哋係謝家嘅血脈，亦都係謝霆鋒嘅親生骨肉。但原來遺囑入面嘅細節遠比表面上睇到嘅複雜得多。根據我收風收翻嚟嘅消息，四哥名下嘅資產大約超過1億港元，包括幾間物業、股票同埋一啲珍藏品。佢將90%嘅資產放入咗一個家族信託基金，受益人指明係 Lucas 同 Quintus， 由張柏芝代為管理。
直至兩個孫仔成年。呢個安排表面上好正路，因為張柏芝雖然已經同謝霆鋒離婚，但佢始終係兩個仔嘅，阿媽由佢管錢最合理。不過嗰份遺囑嘅後面部分先至係關鍵。原來喺信託基金嘅條款入面有一條好隱蔽嘅特別聲明，話基金入面有3份錢係完全獨立嘅，唔會同其他部分混埋一齊。而最後嗰一份叫做長青基金嘅受益人，雖然冇寫明係邊個，但條款細節竟然指定咗由張柏芝嘅第3個仔 Marcus 喺成年之後擁有一部分物業嘅居住權，而且仲有每個月一筆生活津貼，直到佢30歲為止。呢件事如果係真嘅，咁就反映咗一個好大嘅玄學真相。四哥呢種老江湖臨終前絕對唔會做無謂嘅嘢，佢之所以連 Marcus 都計埋入去，唔係因為血緣，而係因為佢睇出咗呢個細路嗰個面相入面帶住一種續命財。四哥最驚謝家嗰種火旺氣場會燒完就冇，而 Marcus 面相入面嗰種金水相生，剛好可以幫張柏芝甚至係幫謝家兩個大佬中和嗰股燥氣。呢個就係老人家嘅慈悲，亦都係佢對張柏芝多年湊仔辛勞嘅最後肯定。大家可能會問，四哥點解會咁睇重一個同自己冇血緣關係嘅細路？呢個就涉及商學入面一個好深嘅概念，叫做緣分相。有時一個人嘅出現唔一定要有血緣先至對家族有幫助。Marcus 嘅命格係金水相生，金代表剛強果斷，水代表智慧靈活。謝家本身嘅氣場偏火，因為謝賢同謝霆鋒都係脾氣剛烈嘅人，火太旺就會燥，會傷和氣，亦都會令財運不穩。而 Marcus 嘅金水能量正好可以調節呢種火氣，等成個家族嘅氣場趨向平衡。四哥雖然唔係玄學家，但佢喺娛樂圈打滾咗咁多年，見盡咁多人嘅起落落，佢嘅直覺同埋人生經驗令佢一眼就睇得出邊個係旺佢謝家，邊個係克佢謝家。佢將 Marcus 納入遺囑唔係一時衝動，而係經過深思熟慮嘅決定。佢知道張柏芝一個人湊3個仔好辛苦，尤其係 Marcus 嘅生父從來都冇露面，張柏芝要獨力承擔所有養育責任。四哥呢個安排名義上係俾 Marcus 一個保障，實際上係幫張柏芝減輕負擔，同時亦都係為謝家兩個大佬鋪路，等佢哋將來有個兄弟可以互相照應。呢種胸襟唔係個個老人家都有啊。好啦，講完遺囑，我哋正式進入面相拆解嘅環節。大家記得2026年母親節嗰日，張柏芝突然喺社交平台貼咗一張相，係佢同3個仔一齊影嘅全家福。呢次係佢8年嚟第一次容許 Marcus 清清楚楚咁露出正面，之前所有相片都係打格仔遮住對眼或者側面模糊嘅角度。相片一出，成個網絡即刻瘋狂轉載，討論區嘅留言多到睇唔晒。我當然第一時間下載咗張高清相，放喺我嘅軟件入面，逐格放大研究。大家留意 Marcus 嘅五官有極之明顯嘅混血特徵，前重式嘅自然捲髮，深邃嘅眼窩，高挺而直嘅鼻梁，皮膚係健康嘅小麥色，同兩個大佬 Lucas 同 Quintus 細個嗰陣嘅典型亞洲面孔完全唔同。但呢啲只係表面，真正嘅玄機在於佢嘅骨相。首先講鼻 ，Marcus 嘅鼻頭非常圓潤，而且鼻翼兩邊張開得好有力，呢種叫做獅字鼻嘅雛形。鼻頭圓潤代表財運豐厚，鼻翼張開代表儲蓄能力強。而且呢種鼻型嘅人通常性格穩重，有耐力，做事踏實。相比之下，謝霆鋒同謝賢嘅鼻梁都係高直而帶有稜角。
呢種叫名氣避，代表有名望有地位，但同時亦都容易招惹是非。因為鼻梁太直太尖嘅人性格會比較孤高，不服輸。謝家嘅鼻係名氣避，而 Marcus 嘅鼻係實才避，兩者嘅本質完全唔同。再講眼， Marcus 對眼珠幽黑，充滿光澤，而且帶住一種極強嘅靈動感，即係佢望人嘅時候，你會感覺到佢好聰明，好有好奇心。眼角雖然冇 Lucas 咁銳利，但係眉骨略高，眉骨高代表有上進心，有領導才能。呢種眼相唔係謝家呢一種凌厲而帶有攻擊性嘅眼神，而係一種充滿智慧同親和力嘅目光，令人見到就覺得舒服。最關鍵係佢對耳仔，耳珠肥厚，而且位置偏低。呢種係典型嘅福壽相耳珠厚，代表有福氣，耳位低，代表為人謙虛，肯聽人意見。傳統豪門最曾意呢種耳相，因為佢代表財星入宅，即係呢個細路會帶旺成個家庭嘅財運。我對比過張柏芝歷任緋聞對象嘅面相， Marcus 個耳位同埋人中，即係鼻下面嗰條溝嘅深度，同張柏芝以前身邊嗰位神秘外籍導師有超過70%嘅神似。喺商學入面，人中心代表仔女緣好，亦都代表生父嘅生命力極強。Marcus 嘅人中線條清晰而深長，反映出佢生父絕對唔係演藝圈入面嗰啲虛火人，而係一個低調有實權，而且命格極之穩重嘅人物。除咗鼻眼耳，我仲留意到 Marcus 嘅下巴，佢嘅下巴圓潤而微微向前兜，呢種叫做兜財下巴，代表晚年財運豐厚，同埋有良好嘅人際關係。謝霆鋒嘅下巴係比較尖而短，代表佢性格急躁，行動力強，但持久力不足。Marcus 嘅下巴線條柔和，配合佢嘅獅子鼻，形成咗一個水木相生嘅格局，即係佢既有人緣又有財運，將來無論做邊一行都會順風順水。總括嚟講，Marcus 成個面相嘅格局同謝家嘅基因完全係兩個系統。謝家嘅骨相篇火金剛烈而鋒芒不露， Marcus 嘅骨相篇水木溫潤而內斂踏實。呢個差異已經足以證明佢同謝霆鋒或者謝賢冇任何血緣關係。至於佢似邊個，我唔會直接開名，但我想講，張柏芝喺2010年至2017年期間，曾經同一位外籍商界人士過從甚密。嗰位人士嘅鼻型同耳相同 Marcus 有極高嘅相似度。呢位人士唔係娛樂圈人，好低調，但家底豐厚，而且對張柏芝嘅事業有過實質性嘅幫助。Marcus 嘅混血特徵正正就係遺傳自呢位生父。講到呢度，大家一定好想知謝霆鋒對呢個名義細佬有咩看法。其實我哋只要睇下霆鋒2026年嘅最新面相，就乜都明晒。霆鋒今年45歲，佢嘅眉宇之間嗰種年輕時嘅殺氣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反而喺眉心位置多咗幾條叫做慈悲印嘅細紋。呢種紋路唔係皺紋咁簡單，而係一個人經歷咗大風大浪之後，內心變得平靜寬容嘅外在表現。霆鋒係一個命格極之純粹嘅人，佢嘅情緒永遠寫喺塊面上面。如果佢覺得 Marcus 係一個威脅或者係一個恥辱，佢嘅眼神會變得好凌厲，嘴角會向下彎，呢啲都係商學入面嘅殺氣特徵。但係我仔細觀察過佢同張柏芝三個仔偶爾被影到嘅同框畫面，霆鋒望住 Marcus 嘅眼神竟然係一種超然嘅平靜。點解會咁？因為從五行相生相克嘅角度嚟睇， Marcus 係水，霆鋒係火，水火本來係相衝，但如果水嘅力量恰到好處，就可以調節火嘅過程，變成水火相濟。霆鋒嘅命格火太旺，所以佢成日都好急躁，好易發脾氣。
但 Marcus 嘅出現等於喺佢身邊放咗一杯凍水幫佢降溫。霆鋒甚至會覺得 Marcus 嘅出現幫佢分散咗張柏芝對謝家嘅嗰種過度執着。大家都知道張柏芝同霆鋒離婚之後好長一段時間都放唔低，成日喺傳媒面前暗示自己好委屈，又成日攞兩個仔嚟做話題。但係自從 Marcus 出世之後，張柏芝嘅焦點明顯轉移咗，佢將大部分心血放咗喺湊細路同埋經營自己嘅事業上面，對霆鋒嘅糾纏少咗好多。霆鋒見到呢個變化，自然鬆咗一口氣。喺霆鋒眼中 ，Marcus 係張柏芝嘅救贖，而唔係謝家嘅污點。霆鋒嗰種放低嗰種釋懷，正正就係因為佢睇穿咗 Marcus 嘅命格係會帶旺張柏芝嘅晚年，等張柏芝唔使再日日盯住佢同王菲唔放。呢個就係商學嘅精妙之處。你唔使問當事人，淨係睇佢塊面，就已經知道佢內心嘅真正想法。再講返2026年嘅流年運勢，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係一個火氣極旺嘅年份。火旺代表激情變動同埋爆發力，但同時亦都代表燥熱同衝突。對於謝家呢種本嚟就火氣大嘅家族嚟講，丙午年其實係一個危機。但係 Marcus 嘅命格偏偏就喺呢一年出現咗一個印星轉折點。印星喺八字入面代表長輩貴人同埋保護。 Marcus 嘅八字入面，丙午年嘅火會生旺佢嘅土，土就係佢嘅印星。所以呢一年佢會因為長輩嘅關係而得到一份名譽上或者財富上嘅大保障。呢個長輩明顯就係謝賢四哥嘅遺囑安排，正正就係喺2026年正式執行。Marcus 雖然未夠18歲，但佢嘅信託基金已經開始運作，每個月嘅生活費同埋將來嘅物業居住權都已經落實。呢個就係印星嘅威力，長輩嘅恩惠會喺呢一年降臨，而呢個安排亦都幫謝家做咗一個軟着陸。乜嘢叫軟着陸？就係原本謝家嘅恩怨情仇，因為 Marcus 嘅出現而得到一個平和嘅收尾。佢唔係要入謝家門爭產，佢唔係要改名做謝 Marcus， 佢亦都唔會威脅到 Lucas 同 Quintus 嘅繼承權。佢嘅存在只係四哥對張柏芝嘅一份心意，同埋對呢個細路嘅一份祝福。Marcus 將會開創一個屬於佢自己、屬於張柏芝嘅新局面，而唔係活喺謝家嘅陰影之下。有傳媒問過張柏芝會唔會安排 Marcus 同謝家嘅人見面，張柏芝嘅答案好得體，佢話細路嘅事等佢大個咗自己決定。呢句說話等於將所有責任同選擇權交翻俾 Marcus 將來自己處理。而謝霆鋒方面，佢從來唔會主動提起 Marcus， 但亦都從來唔會迴避。佢喺一次訪問入面講過，柏芝係一個好媽媽，佢湊3個仔好辛苦，我尊重佢嘅一切選擇。呢句說話已經係佢最大嘅讓步同支持。至於四哥謝賢，佢生前最後幾個月曾經同身邊嘅朋友講過一句說話，謝家嘅後代唔一定係姓謝先至算數。呢句說話當時冇人明，但隨住遺囑曝光，大家終於明白，四哥早已經將 Marcus 當成自己人，佢嘅視野超越咗血緣嘅框框，去到一個更高層次嘅緣分層面。我哋再深入少少講下 Marcus 嘅命格會點樣影響張柏芝嘅將來。張柏芝嘅八字係偏弱嘅，木命需要水嚟滋潤， Marcus 係水命，所以佢嘅出現對張柏芝嚟講係一個極大嘅助力。由2018年 Marcus 出世之後，張柏芝嘅事業其實係穩定咗好多。佢拍咗幾套內地嘅電視劇，又接咗好多廣告代言，收入可觀，而且佢嘅情緒亦都平穩咗。
以前佢成日俾人影到情緒失控，喊晒口，但呢幾年佢嘅笑容多咗，整個人都輕鬆咗。呢個就係仔女帶旺父母嘅實例。Marcus 嘅面相入面嗰種福壽相唔單止係佢自己嘅福氣，更加會轉化成佢阿媽嘅福氣。所以四哥將遺產一部分分俾 Marcus， 其實就係間接幫助張柏芝，等佢將來唔使為錢銀煩惱，可以專心湊大3個仔。呢個安排可以話係一石二鳥，既保護咗 Marcus， 又保護咗張柏芝。當然呢個世界上總有啲人會質疑話面相呢家嘢信唔過，話所有嘢都係我作嘅。但我可以好肯定咁講，我睇上幾十年咧，睇過唔知幾多個明星嘅面相，每一個細節都有根有據。Marcus 嘅獅子鼻肥厚、耳珠心長人中同埋兜財下巴，每一樣都係商學入面嘅貴格。佢嘅生父身份雖然仲係一個謎，但面相已經將佢嘅特徵暴露無遺。我唔會指名道姓話邊個係生父，因為呢啲係人家嘅私隱。但我可以俾幾個 tips 大家。第一，呢個男人一定係外籍人士，因為 Marcus 嘅混血特徵太明顯。第二，呢個男人一定係低調嘅實業家，唔係演藝圈人，因為 Marcus 嘅鼻係實才鼻，而唔係名氣鼻。第三，呢個男人一定同張柏芝有過一段真摯嘅感情，因為 Marcus 嘅眼霜充滿靈氣，代表父母雙方都係聰明人。符合呢3個條件嘅人，其實來來去去得幾個，大家自己上網查嚇。張柏芝過去嘅緋聞名單再對比嚇，Marcus 嘅相好快就會有答案。最後我想總結一下成個謝家嘅故事。謝賢四哥係一個傳奇，佢嘅一生充滿光輝同埋爭議。佢嘅婚姻、佢嘅仔女、佢嘅新抱、佢嘅孫仔，全部都係大眾焦點。但係佢臨走之前，用一份遺囑將所有嘢做咗一個完美嘅總結。佢將大部分資產留俾2個親孫，同時亦都冇忘記張柏芝同 Marcus 嘅付出。佢嘅決定反映咗一個老人家嘅智慧同埋慈悲。Marcus 嘅出現本來可能係一個醜聞或者一個笑話，但經過時間嘅沉澱，經過四哥嘅認可，經過霆鋒嘅釋懷，佢已經變成咗謝家嘅一塊完整拼圖。佢唔係謝家嘅血脈，但佢係謝家嘅緣分。呢個世界有啲嘢比血緣更加重要，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情義同埋尊重。四哥用佢嘅行動話俾全世界聽，豪門唔一定要計較血統，更加要計較嘅係緣分2個字。你哋如果覺得我嘅分析有道理，記得喺下面留言打個準字支持你哋嘅互動係我繼續爆料嘅最大動力。我仲有好多關於其他豪門嘅深度秘聞，包括王家、李家、霍家嘅面相拆解，全部都會喺之後嘅影片入面逐個同大家分享。記住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今次講住咁多。